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成立维吾尔连线，专门处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侵权问题。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众议员汤姆·索欧奇和新泽西州共和党籍众议院克里斯·施密斯29日宣布成立国会维吾尔连线，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共对维吾尔人权的系统性侵犯，支持解决这21世纪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侵犯人权活动的立法。中国南京爆发的新一波新冠疫情延至7省17市，周四确认被视为传染力极强的德尔塔毒株传至北京。另一方面，日本武汉病毒疾病确诊病例激增，东京和大阪宣布延长紧急状态。香港警方周五表示，针对香港民众在商场内对中国国歌发出嘘声展开调查。早前，民众聚集在商场内观看香港击剑选手为香港夺下奥运金牌的颁奖直播，但因背景播放中国国歌，引发香港民众嘘声四起。当地时间7月30日早晨，首架搭载221名阿富汗口译人员及其家属的飞机降落在美国华盛顿多勒斯国际机场。这些口译人员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为美军担任翻译工作。这221名阿富汗人中包括了72名儿童。土耳其警方在开塞利的一个水备池塘里寻找3名失踪的维吾尔人。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开塞利省一维吾尔家庭在梅里加西区的萨里木萨克里大贝岸边野餐，2个女孩进入大贝湖中消失后，试图泄水救援的另一个维吾尔妇女也失踪。其他家庭成员向112紧急呼救中心寻求帮助。目前，土耳其警方和紧急情况部门继续进行救援工作。隶属于阿塞拜疆紧急情况部的第一批团队抵达土耳其，以支持对抗森林火灾。阿塞拜疆官员表示，根据总统伊里哈姆·阿里耶夫的指示，他们将向土耳其派遣500多名人员、直升机和相关物资。因广告违规而在哈萨克斯坦被禁的社交网络平台 LinkedIn 已经宣布重新开放。哈萨克斯坦信息和社交发展部在声明中指出， LinkedIn 在该国被禁止后，与该公司的区域代表举行了会议。